各位539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大吉利539》。来看1月9號禮拜5開出來號碼：0112142234。來頂一支1月9號掠5粒號碼出一粒01順開。繼續來看1月10號，但這提供5粒參考買數，還有號碼，給大家看賣啊。一買參考號碼01，六買參考號碼06，八買參考號碼18，三買參考號碼23，八買參考號碼28，01、06、18、23、28。以上這5粒號碼，給大家參考看賣啊。感謝收看。